兄弟姊妹平安。咱这是要来唱圣诗，圣诗第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求主的慈爱，今仔日甲阮互阮稳定来领受伊的慈爱。这是咱搁来唱圣诗492首。主，当我有气力的时，咱来唱第1节、第3节、甲第5节。出来，咱搁来唱第5节，咱连续唱2遍。Oh
386首，咱用祈祷的心来唱。请咱大家三到后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当阮亲爱的亲人离开阮的时阵，阮的心内遮尔艰苦，遮尔艰苦。求你拭去阮拢总的目屎，求你只是安慰阮，求你的圣神甲阮伫地。伫阮少年的时阵，阮都会使来服侍你，是安怎有福气？求你今仔日礼拜，你的圣神充满遮，互阮的心内对你有仰望。你要为阮陪伴头前的路站，互阮有喜乐。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时间已经到，请咱闭慢心来敬拜上帝，请坐吧。
人若接近家己离开遮个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生活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就闪避少年人的情绪，就甲遐个用清气的心求救主的人，做伙追求公义、信仰、仁爱、甲和平。这时，请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的君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将属灵智慧授予予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我用你予阮的智慧来领受你的道理，我用互相接纳的心来参详教会的事。阮也要用尽力参与来推动所计划福音的事工。阮也相信，阮会当诚做好搁尽忠为主着无的基督徒。伫即款的信仰中，阮也恳求至亲至仁爱的主上帝，互阮会晓领受你慈爱呼召的声，互阮会晓应答讲，阮也愿意为主来活。互你活命的话，永远成做阮生命的气力。阮也相信你有救赎，你有启示。阮也要用阮的行动来回应你的祝福。阮嘛愿意领受你的差遣，赦免人罪的主上帝。阮相信，伫无完全的所在，要看见你的阳光；伫无知的中间，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伫惊吓的中间，要体会主上帝甲阮同在。所以，阮的心灵纯洁，欢喜伫领受你的话中间，感受赦罪主所赐的平安甲喜乐。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请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3篇，也是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
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尔关心，超过我的了解。徛到倒位，我才会当多想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叫黑暗甲我压榨。暗时亲像日时遐尔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山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的行为。遵守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的圣经节记载伫创世纪第14章，咱要对11节看到第16节。11节，迄时的王将索多玛甲俄摩拉的财物已经流失，拢抢走做用去。阁将亚伯兰的侄仔罗德甲伊的财物拢抢去。迄时罗德住伫索多玛。有一个逃走的人来甲希伯来人亚伯兰报告这个消息。迄时亚伯兰住伫阿摩利人曼利的墙树遐，曼利、以斯格甲阿乃拢是亲族，有甲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到伊的侄仔互人掠去，就带遐个伫因兜出世、受训练的壮丁318人。对立伫死的王交搭，到暗时，伊甲伊的仆人分队攻击对敌，甲因掠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坝。伊将所有互因抢去的财物抢倒转，嘛将伊的侄仔罗德甲罗德的财物、妇女以及其他受掠的人，拢抢转来。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照伊话行的人。这是赞美，咱要请圣歌队。伊今仔日所要吟的诗歌是主，愿属于你。
敬道，咱要请熊传旺牧师，伊今仔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抢救青年大作战。所敬听的黄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转来到伫新德，因为我伫30多年前，我就伫咱的遮交通大学读电子研究所，伫博爱校区，离遮真近。做兵的时伫湖口装甲兵学校1年半，退伍了。搁伫竹科有一段时间伫竹科工作，真欢喜，即马搁会当转来到伫新店，搁会当来到伫咱中间公园教会，甲咱来敬拜上帝，也愿上帝赐福伫咱每一位。所以我今仔日会当代表淡江中学来伫遮来请安报告，甲咱来做礼拜，咱嘛会当来领受上帝话，咱要来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齐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伫主日早起时，阮会当欢喜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也将你的话语赏赐互阮，互阮会当通过你的话语，互阮得到饱足，得到灵魂的活命。也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诚侪阮的帮赞，阮的提醒。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咱拄则书会替咱读的这段圣经节，是关系到咱的信仰的老爸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伊的故事其中的一段。咱知影上帝对拿了后就竞选亚伯拉罕这个家庭，然后搁成做一个民族，成做一个国家，就是即卖以色列也是犹太人，但是。伫亚伯拉罕伊生命的过程有真多会当互咱来看到，其实上帝拢一站一站在甲伊带领。伫今仔日读的即章是亚伯拉罕，其实迄个时阵伊阁叫做亚伯兰上帝还未甲改名。伊参与伫一个战争的中间即个战争其实是真特别的战争因为这叫做4个王甲5个王的战争，伫古早嘛算是一个大战这个4个王因是伫即卖伊拉克、科威特伊朗的西边迄边，迄边古早就是文明进步较早，人口较济粮食嘛较充足，所以遮个所在、遮个城市国家因的即个气力较有，因就要找到理由要来拍即卖黎巴嫩、叙利亚也是讲以色列、约旦即个所在，这叫做5个王。其实战争的本质拢是为着资源的抢夺，资源当然除了财物甚至遮个人口做奴隶嘛会当卖掉。所以伫迄个中间无拍算，因为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孙仔，伊拄啊好住伫即个索多玛甲蛾摩拉，就是有去互战争影响到的所在。但是亚伯拉罕，是安怎要参与伫即个战争咧？当然就是因为伊的弟仔罗德的关系，伊要救伊的弟仔罗德。照理讲，咱一般人若拄着战争，拢会离了较远，无代志较好。但是亚伯拉罕竟然真勇敢，伊就敢若带300外个人，就去参与即个战争。佫真奇妙，伊佫拍赢，可能就亲像即个基甸同款，用特别即个偷袭也是即个奇袭的战术，毋知。但是当然嘛有上帝的帮赞，至少即个亚伯拉罕伊就拍赢即个战争，将即个弟仔罗德。甲伊的厝内人拢救回来，嘛得到真济财物。当然，圣经是讲亚伯拉罕毋是为着遮战利品，为着遮财物要来参与战争伊敢若将1/10奉献互即个迄阵即个祭司麦基洗德，这就是咱教会上早的即个11奉献的即个来源。较重要是伊伫遐救了伊的弟仔罗德，所以咱今仔日就用即段圣经节。
互咱做一个提醒吼，咱就要亲像阿伯兰共款抢救伊的囡仔吼，就是对伊来讲就是一个晚辈，嘛是一个青少年啊，咱嘛要来抢救咱的青少年。是安怎要来抢救青少年？第一，咱看到父母真侪家庭因咧失去因的囡仔，特别当伊的囡仔对小学毕业到伫国中、高中开始进入青少年的时阵、青春期的时阵，囡仔即个时阵的心思变化真大，所以父母若毋知影，还是讲若是无有正确的对待，可能就会造成甲囡仔真大的冲突甚至一寡袂当挽回即个缺陷。举例来讲，有人讲，你若将囡仔的手机为窗仔门牵出去，囡仔就为窗仔门跳落去。这是真有可能的代志。这嘛毋是安尼讲，嘛是真正有即款的新闻。因为伊袂想遐济，囡仔袂想遐济。父母就会真艰苦心讲，到底是父母较重要，还是手机较重要？囡仔伊无想遐济。所以真侪父母在失去伊的囡仔，伊毋知影。过来，教会在失去咱的青少年。我看咱的教会还阁算袂歹，我拄仔参加第一场的礼拜，咱嘛有真侪青少年。但是有的教会，因若是青少年要聚会的时阵，常常就会拄到即款的问题，就是讲因的囡仔在读册要去补习，也是讲因的囡仔礼拜日父母要带因去露营、去佚佗，为着即个亲子的关系、家庭有共同的回忆。当然这是真好，但是你无可能带伊一世人去露营。但是伫即个过程，若是真重要的阶段，伊无来教会养成习惯，伊以后可能就真困难要来教会。所以咱嘛当看到真侪教会青少年在流失的中间。当然，咱教会有真侪青少年真好，但是咱嘛希望有搁较侪青少年。特别咱新竹即个所在是文教区，有真侪学生、真侪囡仔。检采毋是咱家己的教会囡仔，但是其实咱嘛希望因会当有机会来入捌即个福音，这是搁较好。过来，咱嘛看到社会在失去后一代安怎讲？当然毋是干那少子化的问题，是安怎会少子化？嘛是因为父母在养饲囡仔的过程中间，伊感觉真侪压力，也是讲伊的负担真大。我想咱中间有做父母，你就会知影，要饲一个囡仔，爱负担真大，而且经济部分。若是咱以前咧做囡仔的时阵，可能拢毋甘甲父母开伤侪钱，当然固定的零用钱。我想开了上侪检采是补习费，嘛是老师讲要补习，咱才会去补习。若无必要话，就无真正去补习。所以即摆囡仔毋是，我家己有两个囡仔，因若要穿的拢爱用名牌，我拢叫因穿无爱。我的查某囝伊前几工佫讲伊要听一个演唱会，爱3000外，迄佫算俗，伊佫要坐高铁去高雄去听。你敢讲无要互伊？你若无要互伊，你敢若会当甲伊讲，伊无一定会听。你若无要互伊，别人拢有，伊就会自卑感，同侪团体的影响嘛是真大。这就是因为咱的社会，特别是咱的商业、咱的做生意的人，将囡仔当作上大因做生意的对象。所以咱看到真侪广告拢是针对遮个囡仔，互因成做一个消费者，然后因家己的钱摕出来，因袂心疼，因为这拢是父母互因的钱。所以咱看到咱的社会嘛，在失去咱的后一代。所以做父母愈来愈困难，就愈生愈少。所以就是少子化就是安尼来。所以咱要来抢救这个青少年，咱要来了解因，知影因在想啥物。头一项，因对伫新的物件真容易有兴趣。其实咱嘛拢经过青少年的阶段，咱嘛知影。但是咱看到这个青少年，因面对的资讯搁较大。因所面对的即个诱惑，也是吸引因的物件搁较济。当然拢是共款，愈新的因愈爱。毋管是这动漫、这影片、这手机、网络，因对这物件拢差不多无咧拒绝。
当然因得换的嘛是真紧，所以父母会烦恼，但是因为咱无了解，所以咱毋知影讲，伊到底是咧接受啥物款的物件，所以伫遮嘛提醒吼，咱上好会当知影因伫关心啥物物件，安尼咱要甲因讲，较袂无说字讲毋对，因为咱若讲毋对，伊就佫无要甲咱讲啊。所以咱父母嘛爱知影，嘛会当对遮新的物件，咱嘛会当有兴趣吼。比如讲，即马上热的话题叫做 AI， 咱对 AI 的了解有接触到无？不过我相信咱伫新竹，咱是一个较有科技感的一个城市，可能会较知影吼。至少咱嘛知影黄仁勋嘛，对无？至少咱嘛会当知影啥物叫做迄个聊天，啥物机器人吼。若安尼，咱要甲遮青少年有机会要对话，就较容易。若是反倒转来讲，咱看到青少年是对新的物件真有兴趣，所以咱若是对遮新的物件，你已经无兴趣，无想要去接触，无想要了解，甚至你会去惊，表示讲咱就无少年啦。所以咱看到遮青少年，咱嘛爱甲因学习，应该安尼讲，因为圣经嘛讲，爱心意换新变化，当然这是照着主的教示，咱爱知影因在关心啥物，知影因即马在接触啥物，咱才有机会甲因有一个接触的点。过来，咱要看青少年因的特质，就是因的心理较敏感，因的情绪的起落嘛较大，这是因的头壳在成长、在发展的中间。咱想，伊对一个12岁儿童要到18岁一个大人法律规定的大人有即个遮尔大的成长，伫6年的中间，所以伊的变化其实是真大。所以因对伫遮外来的刺激，因的反应嘛会较大，甚至遮外来新的物件对因来讲拢是头一遍。咱大人毋是啊，咱即个自细，咱对社会到今，咱接触太侪物件，拢已经老神在在啊。但是对因来讲，拢是新鲜的物件，所以因真正，因毋知影要安怎应变，所以咱爱互因有时间、有空间。所以有时阵，咱若发现，甲囡仔讲袂听，也是讲因，咱讲真烦，也是讲真歹讲，也是讲咱甲伊冤甲真生气啊！你足想要甲赶出去，讲我无要阁看到你，因为伊拢讲外口较好嘛，你想要甲赶出去，但是我即个时阵爱甲咱的做父母提醒，你毋通叫伊出去，你家己出去，因为伊若出去，你会烦恼。烦恼讲伊毋知要去啥物所在，毋知拄着啥物款的情形，毋知啥物时阵转来。你家己伫厝内，你嘛是无法度安静。你若出去，你去散步，对咱健康较好啊。你搁买一个物件食的宵夜，转来做阵食，就无代志啊。所以有时阵若是厝内有青少年的囡仔，偏偏父母搁有人是更年期，厝内就真闹热啦。即个时阵，敢若会当讲求上帝怜悯。过来，青少年，咱定定拢认为讲，伊讲朋友上重要，拢爱有人做伴。其实，这反映出讲，因需要人的肯定、鼓励。安怎讲？因为这朋友甲伊共款的程度，就是讲，因若有人做伴，因就较勇敢，会去做因毋敢做的代志。是去做因毋捌做的代志，因为因拢爱尝试嘛。所以遮个朋友就会陪伴伊去，两个人、三个人、一群人拢较有胆，少年人就是安尼。伊无爱甲父母，无爱甲大人讲，因为伊若甲咱讲的时阵，咱就用大人的观点甲伊分析，拢讲较无好的，甲挡，当然伊就无爱甲咱讲啊，因为伊伫咱的面前，伊无法度得到肯定，无法度得到信心嘛。但是有时阵，因若是要找朋友无遐拄好，朋友无法度陪伊，也是讲找无朋友，伊要甲你讲，这就是咱的机会。安怎讲？你就讲好啊，我缀你去，我甲咱做阵来去。若是要买物件，要买票，你就替伊买。
伊感觉讲甲你去的时阵，啥物拢有，伊自然就爱甲对咱来去。像我今仔日下晡我就要去找，因为囡仔放暑假，因要办活动，要去实习，我就带我的囡仔讲好，安尼咱今仔日中昼，我连咪爱去赶转去台北，带因去松山五分埔去置装。做爸母真辛苦这是无法度，但是我甲阮太太拢会想，无要紧忍耐啦，忍耐，等伊到真正大汉出社会咱就会当轻松。至少头壳到20岁时，就会较稳定啦。安尼讲，所以做爸母是讲做时代，嘛爱知影讲因的心态在想啥物。过来，少年人因需要有表现。来建立伊的自尊，像咱拄仔所读的这段圣经，在这个罗德，就是一个真典型的少年人。安怎讲？伊对新的物件真有兴趣，所以伊就向东刷去到伫索多玛、俄摩拉，因为迄个时阵是较闹热的城市，是绿洲，人口嘛较济，伊嘛感觉讲，伫遐真新鲜，甲伫遐旷野伫过羊，伫遐伫饲牛，迄个。风景是无共款，所以伊嘛想要伫遐有机会做生意。当然伊后来失败，无有去互迄当时的人来接纳。这就是伊的心态。所以，但是伊毋知影危险。这就是少年人伊较有限的所在。阿伯拉罕，当然就将机会让互伊，伊就向另外迄边。因为阿伯拉罕较有量。不过阿伯拉罕嘛是关心伊。咱看圣经，阁有一个故事，就是即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也是讲即个阻碍老爸的比喻的故事。即个时阵我嘛要替即个第二个囝细汉囝来讲话，因为即个细汉囝对伊来看，顶面有哥哥，对无？哥哥拢互人看会到。阁有爸爸真伟大，这叫做哥哥爸爸真伟大。伊咧伫啥物所在，无人看会到，所以伊嘛希望有表现，互人看会到，得到尊严，得到尊敬。所以咱嘛毋通忽略咱的囡仔，其实伊嘛是需要有人鼓励，互人互伊家己感觉有信心，得到尊严。所以即个细汉囝，伊其实咱来知青少年的想法拢真单纯，真简单。当然，伊袂想遐济，所以伊干那想讲，我若有一笔钱、一笔资金，我会当去做生意，会当甲厝内即个产业无共款的一个事业。当然，伊的缺点就是伊无社会经验，所以伊就去互骗。但是咱看到即个老爸嘛是真有量，嘛真了解即个囡仔，伊知影讲即个囡仔若是钱摕出去，可能就无钱就无去啊。好佳在人佫知影好转来。就是安尼，因至少虽然了一寡钱，但是会当得到即个囡仔的心。这就是圣经的即个，咱讲浪子回头的即个故事。其实即个老爸也真正无简单。虽然即个囡仔伊的出发点真单纯，做法嘛是真无在想遐济。敢若讲要分财产，咱知影古早即嘛嘛是共款啦。无可能爸母在生的时，你讲要分财产，所以即个老爸嘛是真伟大的所在。若是咱看即卖电视剧，伊会安怎演？你若敢出去，你就莫转来。所以真侪囡仔真可怜，伊佫真有志气。问题是伊失败了，伊毋敢转来。你就毋知影你的囡仔到底是倒位，家己有孙嘛毋知影。所以圣经讲，咱爱照着圣经的教示。主耶稣的道理来教示咱的囡仔，就是亲像即个主爱老爸共款，毋是去学即个电视剧演的迄款。过来，咱看到少年人因需要的是典范。啥物是典范？就是因会当欣赏，因会当学习，因会当跟对的对象。其实人伫无共款的阶段，拢是需要有典范。咱看到咱的囡仔，细汉的时，真古水真可爱。因的典范是啥物人？爸母，爸爸妈妈，对无？咱到伊去读幼稚园，还是读小学，因的典范是啥？老师，老师讲的拢
拢是上伟大，因为爸母的话亲像枪子，拢无效。啊，老师的话亲像圣旨，老师一讲，囡仔就甲爸母讲，老师说怎么样，所以老师很重要。但是等伊搁较大汉，青少年阶段，因的典范是啥物人？可能是朋友，可能，当然朋友的中间伊嘛会看，啥物人较厉害，当然就爱看伊即个时阵伊的兴趣是啥物。伊若爱拍球，伊就讲NBA 哪个球星；伊若爱拍棒球，伊就讲职棒哪个球星。这就是因的典范。当然，伫教会，咱嘛会当有典范，就是啥物人？牧师，是咱的长执，是咱的小组长、咱的会长，拢嘛会当成做因的典范，是咱的青少年的辅导。拢会当成做因的典范。若是因伫教会找无，因伫学校找无，因会去倒找？因就去学倒找啊，去找大哥啊。所以咱看遮的学道帮派，永远无欠青少年，对无？这真可惜的代志。所以咱爱知典范真重要。即马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马偕博士，伊伫1872年来台湾。伊是安怎会来台湾？就是伊细汉的时阵，咱知马偕博士伊是加拿大人，但是伊的家族是对苏格兰，就是英国的北边移民过去。即个时阵伫苏格兰有一个牧师叫做宾威廉。即个宾威廉牧师伫即个加拿大移民因的即个社会，也是讲伫苏格兰，拢是一个真出名的牧师，真有权柄。伊检采嘛有一段时间有去加拿大去做巡回，去遐讲道。所以马偕听讲，伫伊真细汉4岁左右的时阵，伊就听到宾威廉的名声，伊就真欣赏宾威廉。等到伫马偕10岁的时阵，即个宾威廉伊到伫迄个时阵清朝的沿海，就是咱即马讲的中国大陆的沿海，伫遐伫传福音。所以马偕10岁的时阵，伊知影宾威廉做宣教师，伊的心内嘛有一个念头想法，讲伊以后嘛要去中国的沿海去遐传福音。所以咱知影宾威廉就是马偕的啥物典范。果然马偕伊28岁的时阵，就是1872年，伊就来到伫迄当时的厦门，但是迄个时阵宣教师伫遐有一寡成果，甚至到伫搁较内陆的所在，所以因就甲马偕讲，伫台湾搁有一个教区，是一个无偌久的教区，伊遐嘛需要骹手伫遐斗相共，所以马偕就为厦门来到伫当时的台南、高雄，伫遐认捌遮的英国的宣教师，因为台湾南部拢是英国的宣教师较济。因就甲马偕讲，伫即个台湾大甲溪以北，就是台湾的北部，阁无有咱即个宣教师去遐传福音，去遐开拓。马偕真有即个开拓的精神，真像保罗共款，所以伊就决定伊要来到伫台湾北部来宣教。所以伫1872年的3月初9，伊就坐船伫淡水登陆，就开始咱北部教会的宣教。伊就是用医疗、教育、福音，互咱台湾人得到上帝的福气。所以咱台湾的北部的教会，咱直接也是间接，拢是甲马偕有关系，对无？检采当然，若是无马偕，是毋是阁有咱公园教会？检采有，但是可能嘛毋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个名，也是讲用其他的形式来存在。因为上帝有伊拯救的计划，但是咱来讲即个马偕真重要，是因为宾威廉甲影响，宾威廉真做伊的典范。马偕的故事还袂煞，马偕伊伫台湾伫
伫遮一段时间，伫1879年、1880年，伊就转去伊的国家，伫遐反国述职，带着伊的太太张聪明，咱台湾人张昌明，以前叫做昌啊，马改甲改名做昌明，张昌明，这是张昌明的故事。然后佫带着一个囡仔，抱一个囡仔，巴肚佫一个囡仔，就转去加拿大，伫遐反国述职。马改伫加拿大伫遐嘛是有机会世界伫遐在分享伊伫台湾宣即个传教的成果。就是有一个少年人叫做吴威廉，迄个时阵19岁、20岁，伊就有机会去听到马改所报告分享，或者是宣教的成果。伊转去的路上，伊伫要转去伊的厝的路上，伊就甲边仔的人讲，伊以后免要亲像马改共款做一个宣教士。所以马改就成做伊的啥物典范，典范。所以典范真重要。吴威廉后来就伫伊30岁的时阵，伊就坐船，带着伊的新婚的太太，坐船来到伫淡水。马改就伫淡水的码头伫遐甲迎旨，所以因两个就开始做阵来服侍。当然因做阵服侍时间无偌济，因为后来就马改就搁反国述职，马改搁转来搁拄着即个甲午战争，搁来马改1901年就过身啊。后来就互即个吴威廉来续接马改的工作，就换当时的教士会，教士会就亲像咱即摆即个北部大会执委会共款，因就发现讲，马改建立即个新学院，马改建立女学堂、女学校，但是无有男生的中学，因为因需要有男生的中学以后会当来读即个新学院，等于就是预备学校，所以因就请即个杰瑞莲，杰瑞莲是马改的后生，马改的汉名叫做杰瑞里。所以咱知马改伊的姓是杰改，毋是马。杰瑞里是伊的后生，迄个时阵对美国已经得到硕士的学位，就转来台湾，因就叫伊来办即个学校，办一个学校就是伫1914年3月初9来得到日本政府的允准，会当来开办学校，就是后来即个男生的中学校，后来男生中学校甲女生的中学校合并，就是阮即卖淡江中学。简单来讲，阮的历史就是安尼。所以我是伫7年前有机会到伫淡江中学伫遐来服务。这是咱的淡江中学上早的一个建筑教单，嘛是阮主要的一个建筑，叫做芭蕉塔。请问毋知咱有去过淡江中学的，请举手。真好欢迎咱有机会会当过去，咱会当来淡水，来行行，毋是干那伫老街食阿家啉鱼圆汤，会当来咱家己的学校来看看一下。这是阮的礼拜堂，阮的学生拢伫礼拜堂来做礼拜，阮每一天早起时拢有晨间礼拜。阮毋是早会阮是晨间礼拜，学生伫内底做礼拜。阮每学期拢阁有一遍的即个师生大礼拜我甲讲定义做布道会，嘛欢迎咱教会，咱若有感动，嘛会当来去遐布道。这是即个双连教会西罗亚蒙人的合唱团去遐唱歌来布道。过来这是永青教会。因去遐搬歌戏，搬马改的故事，嘛真趣味。最后迄个搬马改迄个牧师，嘛是我的同学啦伊伫遐甲遮的学生呼调，所以我讲这个敢若马改穿越时空来到伫淡江中学，甲遮的学生呼调共款，嘛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有徛起来，所以真感谢主所以这是咱家己教会学校，咱会当伫遐有机会来甲学生来亚即个信仰的经济。
咱伫学校咱嘛有办即个家长的读册会，因为咱看到真侪家长做父母真关心囡仔，但是毋知要安怎甲囡仔斗阵，咱就办即个读册会，通过读册分享最近成长，嘛会当讲家己困难的所在，大家就互相陪伴，所以这嘛是一个咱甲学校甲家长会当配合的所在。报告即马学校的情形其实这是较旧的资料，因为即马高三、国三已经毕业咱若是搁来新的年度，学生的人数一定会搁较侪因为咱国中嘛增加一个班高中即马伫招生的中间咱即马差不多有2400外个可能咱有机会到2500个这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咱伫淡水迄个所在咱的学校嘛是互人肯定，咱嘛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教育这个囡仔，家长伊嘛袂反对，袂反对讲这是基督教，咱当然咱无要叫因着爱洗礼但是咱是讲咱是用上帝的听来听因嘛互因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这较重要，咱即马读即个。高中因为12年国教咱是免学费，真侪家长佫毋知影即项代志。咱若是互咱的囡仔来读私立高中，就等于读公立高中共款，佫免补习，你省佫较济。咱会想讲咱伫遮新竹到淡水足远的其实若是真正开车可能点外钟无塞车。佫有一个好处你会当互伊住学校。咱有宿舍有学寮，我拢讲你若互囡仔住学校，亲子关系会较好，因为你平常时就会想要甲念，赶紧食饭，紧去困，紧读册，莫阁看手机你足想要甲念的，伊嘛互你念甲足烦的，伊若去读册去住学校，你就会笑念伊，本来是你想要念他，去了你就会想念他。伊伫学校，伊嘛想讲厝内足好诶，因为伊伫学校拢互导师管，互舍监管，上课诶时，阮手机就甲收起来，要困诶时，手机嘛搁甲收起来，所以伊看手机诶时间一定较少。伊若放假转来，你着好好甲疼惜，你着用伊爱食诶物件，伊就会感觉厝内足好诶。等到你差不多忍袂牢要阁想要甲念的时阵，伊就阁乖乖转去学校。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所以咱若是对伫招生还是讲对伫即个甲囡仔斗阵有啥物问题，会当来甲我讨论无要紧啦因为我伫学校，我算是密集近距离大量接触这些学生对这些学生样态情形嘛是有小可了解所以咱会当免客气过来，所以咱就是要通过咱的学校、咱的教会、咱的家庭，最近斗相共，互相协作，互咱的囡仔伫咱的基督教的信仰的环境内面得到真好的教育。安尼以后因若是即个心灵较勇健。是讲因的心智较成熟，品格搁较好，因就会当面对即个社会甲世界的挑战。最后，搁有一项少年人的特质，就是无有保龄的热情。安怎讲？咱讲即个时间、空间、重量对因来讲拢是参考。因上第一的就是欢喜也无欢喜。所以伊若是无欢喜、无介意，搁较轻的物件，伊嘛感觉足重，无想要摕。但是伊若介意，搁较重的物件，伊嘛想办法要甲扛起来，搁较免讲啥物时间、空间的问题。所以，若是因有一个好的学习的对象，这是阮伫学校有一遍，这寒天搁落雨，伊嘛伫遐咧拍球，拍甲足欢喜的。后壁迄个搁穿外套，好佳在因的父母毋知影，因伫学校。这毋是干那阮学校其实少年人的形态就是安尼，伊干那看伊介意，看伊爱也无爱，所以这就是少年人无保留的热情。
咱要安怎看伊即个热情？咱若是无有，互伊有典范，无有目标，伊就去互社会来利用，伊去互政治家利用，伊去互做生意的人利用，伊去互乌道利用。但是咱若是会当来引带因，互因有目标，互因的热情有发挥的所在，亲像马街共款，因就会当互上帝来使用。所以咱嘛希望咱的囡仔，咱拢会当用咱的信仰来甲伊引带，就亲像圣经讲的，对细汉甲伊引带行正路，到老因就袂偏煞。愿上帝帮助咱。最后，咱伫讲抢救青年。事实上，我毋是伫讲干那抢救遮10几岁的青少年。安怎讲？其实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眼中，咱嘛是青少年，对无？咱嘛是上帝的囝儿。咱毋通想讲，咱年岁已经真大，但是上帝有权嘛是要使用咱。咱看他拄啊，即个圣经，阿伯拉罕几岁互上帝呼召？75岁。伊去烧钱的时阵，搁较年岁搁较大，对无？摩西几岁互上帝竞选？摩西80岁，对无？迄个加勒甲约书亚斗阵，迄个加勒几岁？伊讲，伊甲约书亚讲，伊要去得到迄个希伯伦。伊迄个时阵，伊85岁。伊讲40年前，伊45岁，气力怎样？现在嘛是怎样？所以咱年岁减彩有较大，但是咱嘛毋通认老，对无？毋认老，毋是讲袂晓保护家己，是讲咱有缘会当互上帝来使用。当咱会当愿意恢复咱的热情，互上帝使用的时阵，咱对这青少年嘛有带叮当的作用，嘛会当成做因的典范。愿上帝祝福咱，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你互阮伫你的家领受你的慈爱。总是阮也看到真侪人，抑搁伫你的家的外面，因伫遐还未找到因人生的目标，还未找到因热情、因的理想。总是求你也会当帮助阮，互阮有智慧的话，互阮有热心，互阮有勇敢。嘛会当知影怎样甲因接触、甲因对话，怎样来引带因，会当进入伫你的家，互你来使用。求你也赐互阮公园教会会当成做新竹地区的光灯，来引带遮个黑暗的世代的遮个囡仔，也互阮会当阮甲阮的家庭也拢会当掠侍奉你，做阮上大的快乐。愿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歹势，佮占用咱小可的时间吼，因为我今仔日是代表淡江中学来伫遮来报告吼。我报告的内容就是伫咱的影片的内底吼，咱即马来看即个影片吼。多谢。淡江中学是传承对马街朴素的宣告精神。1914年，对马街公主该随南校长奉教师会的决议来开办。学校开始就有校务关心学生的信仰以及宗教的课程。经过100多年来，历任伫遮服务的校务，陪伴侪淡江中学的学生，教导因明白精神上帝甲基督教信仰，也乐福音的宗旨，甚至有侪校友立志献身成做传道人。因为当时教师会设立学校的心意，是期待淡江中学会当成做新学院的有备校校。对国小、国中、高中，每礼拜拢有一节伦理课，上课的内容包括宗教教育、生命教育。还有品格的教育，国中、高中生每礼拜拢有一天的早自习，未来到伫礼拜堂参加早祷会，也就是晨间礼拜。住伫学校的学生，因拜日暗也有晚间礼拜。校务室也会伫学生上课以外的时间来举办学生团课、学生诗班等等。阮拢会邀请基督徒学生做伙来参加。每学期会邀请教会团体伫师生大礼拜的时间做见证、
分享。后的师生会当伫参加礼拜中来感受到基督宗教的礼拜气氛，来领受天父上帝的祝福。特别是伫每年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学校阁会举办圣诞树点灯礼拜、报佳音、活人图、教室布置，互校园充满欢喜庆祝的气氛。校务室除了对学校师生的宣教事工，也关心学生的家庭，特别伫青少年的阶段，所以阮也举办家长读册会，互学生的家长会当做伙读册、甲分享，来做定成长。另外，校务室也有带领学生进行服务学习的活动。伫去年就甲人文社会班的学生做伙合作，阮举办了代代相传，就是购物袋回收再利用的活动。阮期待学生会当学习行出去校园，进入到伫社区。阮也期待教会有搁较侪的子弟会当来到伫淡江中学读册，因伫遮一定会受到学校甲校务室真好的照顾。咱也会当鼓励咱所认捌的青少年来到伫淡江中学读册，互因伫即个所在有机会会当来认捌耶稣基督，来领受福音，甚至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欢迎每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有机会来到伫学校参观，来认捌咱长老教会家己的校校，也是马街朴素所设立的校校。欢迎教会来遮举办野外礼拜，伫历史悠久的校园环境内面，做伙来感受宣教师奉献的精神。愿上帝祝福恁，淡江中学欢迎咱大家。这是请咱来吟回应的诗歌492首，主当我有困难的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书献的当讲。
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愿一切所有拢是对你所来的，阮的恩赐甲恩典拢是你所赐，阮的财富的力量、智慧甲机会拢是对你来的。愿上帝，互阮真做各项恩赐忠心的好管家，愿阮心甘乐意来奉献。这个恩赐来服侍你，也阮所奉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愿尊荣你的名，愿你感纳。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今仔日真感谢淡江中学校牧熊长旺牧师伫2场礼拜中来讲道。伊嘛足欢迎鼓励咱会友的囝儿来就读淡江中学。第一项，赖尚明牧师伫咧拜一7月1号要正式赴任。牧师娘林思佳女儿赖奇恩、赖祥赖牧师的搬迁有各项的事务已经安排好势，感谢总务组甲同工的协助。赖尚明牧师就任的礼拜8月11号下晡3点要举行，已经开始筹备的代志。请兄弟来踊跃来参加，来参与服侍。迄天礼拜3要举行全教会爱宴。第三，牧师团队协议，赖牧师近期服侍重心是林捌郑兄弟参加各事项团队了解事工，请郑同工协助简介。建议第4季才开始安排信息甲分享。第四，赖牧师已经受邀请进入中执会工作，甲部分的团队内的群组，欢迎各团队主动邀请赖牧师来参加。第三，下主日7月7号，第一礼拜312点20分，伫咧7楼副堂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各事工的团队若有议题，请通交予黄牧师。迄天有准备便当，请中执踊跃参加。第四，下主日7月7号2场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备办心来参加。第五，公园教会长者健康促进活动第7摆7月12号，拜五上午9点半到11点半要举行，请报名参加。第六，第5期幸福小组福音事工已经顺利结束，求上帝赐福参加的。第七项，黄牧师的办公室已经讲几啊届，请大家来看。第8项，第3季7月到9月事工轮值表已经印好，请咱家己来使用。翻页，咱来请看具体消息。第一项。本会陈佩瑜姊妹伫6月26號安息主懷，久長以來感謝兄弟親像厝內的人來陪伴、關心、代禱，也願上帝安慰伊作。伊講刷落喪事的禮拜7月4號拜4上午10點半，立念甲火化的禮拜，要照家屬的意願。只有親族為主，
7月6號拜六上午10點，個別禮拜地點是公園教會，迄天嘛是安放禮拜。第二項，本會王耀正執事的爸爸王春松兄弟在6月27號拜祀安息主懷，願上帝安慰喜作。王春松兄弟的母會是台北公禮堂，伊嘛常常佇咱教會甲咱鬥陣來敬拜上帝。伊的喪事的禮拜嘛佇7月13拜六上午10點，立念火化禮拜佇咧新竹市的生命園區。7月14號下晡點半，個別禮拜是佇咧台北中華基督教會的公禮堂。以上報告。而且要来欢迎赖香明牧师、阿甘牧师娘，今天徛在头前的所在，我们正式要欢迎他们哈，继续来欢迎因。话讲黄牧师吼是安尼真老古锥吼啊，缘投吼，但咱的赖香明牧师少年的公益缘投。黄牧师从来没有年轻人哈，无少年人对黄牧师讲，牧师你真有缘投袂啦吼。但是对迄个赖香明牧师讲，哦，牧师咱缘投吼安尼吼。啊，牧师你嘛是真水吼安尼啊，所以感谢上帝，带领因来到这个所在。啊，其实因昨已经开参悟伫咱教会这服侍啊，伫青少年啊是伫咱的助理2迄个五 B 教师教师会的中间已经参悟啦吼，啊搬厝拢搬好势啊，吼安尼，啊所以在7月开始吼，就开正式伫咱中间来参悟一个礼拜。啊，对你头前隔壁人讲哦，8月11號8月11號是就任的時間，大家攏來參加吼安尼。好。啊，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播出来哦，吼，安尼。啊，过去咧，我知影真侪教会，若就任时拢是请什么调会员啊、亲族啦，啊去到迄个餐厅吼，去遐食饭安尼吼。啊，咱即马小会讲，即道老日咧，咱全教会拢伫教会食，吼。啊，所以咧，就任了后是全教会有全教会爱餐，吼，安尼所以吼会安尼全教会真老日啦，吼。所以咱拍波来欢迎咱的牧师甲牧师娘。啊，伊查某囝咧，今仔日伫咧主理2中间吼，开始有伫遐服侍吼，安尼，所以今仔日啊，正式请做咱老牧师就任的日子吼。虽然是明仔载，但是伊今仔日就开始伫这个所在。好，请他们回座吼。王春松弟兄甲迄个陈佩瑜咱即种咱非常熟。佩瑜伫咱中间已经是咱的会友，久伫咱中间，所以40几岁，伫过去差不多几年时间，拢甲癌症伫个小在奋斗安尼吼，上帝也互伊真久长的时间。我拄来时就知影有迄个癌症吼，但是有10几年时间拢甲咱三工做伙，所以最近变化较紧吼，所以。就离开咱吼，所以求上帝安慰因做，甲伊3个囡仔吼，怡心、怡姐甲永远，伊拢伫咱即个所在来大汉。所以拜六，咧拜六，伫咱遮一个个别礼拜，咱毋免去参加日念啦吼，安尼，咱日念是互因亲族家己来举行就好吼，咱兄弟姊妹一同都来参加即个个别礼拜。甲王春兄弟兄吼，是咱。耀正执事的爸爸，常常伫咱中间做礼拜。因为伊的母的是公礼堂，但是伊伫所在新竹台大安息，所以日念甲火化由愿伫咱遮来举行。所以咱会伫生命园区照一般个别礼拜的规格啦吼，一般规格来参悟吼，所以我即个大厅。有咱教会诗班会有去个所在献诗吼安尼，然后安排伫伊原来舞会公礼堂遐举行个别礼拜吼，牧师有来去参加啦吼安尼，所以伫这所在特别互咱了解这个代志吼。咱都有讲到咱的老牧师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建议讲咱差不多第4季，就3个月了后吼。
咱有团契小组邀请伊的时阵吼，去遐参加吼，所以因为对咱团契小组也袂真了解。我会记得对期魔术拄倒来的时阵吼，都马上安排足侪短讲啦、分享啦、见证啦吼，安尼，搁讲道啦，搁足侪代志安尼无啥安尼吼，安尼魔术来都逐代志拢报互伊安尼吼，咱即摆毋免安尼啦吼，咱即摆有团队，所以去到迄个所在即半冬的时间，咱的教会较侪人，所以互伊较侪时间认捌咱的兄弟姊妹。去探访，去团契小组参加，吼，安尼慢慢会当了解咱兄弟姊妹这是伊即段时间主要的功能甲目的。第四季了后，咱会当邀请伊伫咱的团契咱的小组中间一个分享，吼，安尼这个所在特别来拜托报告到这个所在。这时，请咱来念祝福册签的诗歌，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立。但愿赏赐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得到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5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看顾，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免。